喺好多人嘅眼中，健身就係比較，比較邊個嘅肌肉更加大嚿，邊個嘅線條更加清晰，邊個減咗更加多嘅體重。我一開始都係懷住咁樣嘅心態去 join 咗 gym room 嘅，想要變得更加瘦，想要望落更加 fit，想要追上嗰啲望落好完美嘅身材。一開始嘅我好急於求成，盲目咁樣加大個重量，而忽視咗動作嘅質素。相信只要重量夠重，就可以令到成果更加之嘅明顯。但好快我發現，咁樣嘅比較只會令到自己更加焦慮。喺塊鏡裏面嘅身材，永遠都有進步嘅空間。喺數字上面嘅重量，永遠都會有人比我更加勁。直到我 keep 住做咗好耐都冇乜成果嘅時候，開始反思，點解我要不斷攞自己去對比其他人呢？明明今日嘅我已經比尋日嘅我更加穩陣，更加踏實。嗰一刻，我開始嘗試將目光由人哋嘅標準收翻到自己嘅感受上面，開始去追求每一下每一 set 動作嘅質量，而唔係去盲目加大個重量，直到自己嘅身體適應咁樣嘅變化。亦都開始去做之前冇乜點做過嘅有氧，因為我之前覺得做有氧會甩肌肉。跟住我先發現健身真正帶俾我嘅唔係外表嘅比較，而係一種自我嘅接納。當我專注喺每一次嘅呼吸，每一下嘅動作，我更加清楚自己嘅身體可以做到啲咩，亦都更加欣賞呢份嘅能力。原來健身唔單止係塑造緊肌肉，而係提醒我，你唔需要同任何人比，只需要 focus 翻喺自己身上面。呢一種嘅釋放，反而令我更加自在，亦都更加堅定。而家健身對我嚟講，已經唔再係同其他人比較嘅一場競賽，佢係一種同自己相處嘅方式。當我唔再追逐其他人嘅目光，而係學識接納真實嘅自己。當我停止咗比較嗰陣時，我發現自己早已經足夠。